而家講個題目咧，就係神學同埋神秘學啊。等陣，咁咧我就喺救世軍咧嘅神學院咧讀過幾科嘅神學啦嚇。咁好似仲有喺另一間神學院讀過一科咁樣。咁唔係淨係神學院先有神學讀嘅，有啲大學都有教神學嘅。咁如果喺普通嘅大學裏邊咧，神學咧係 under 社會科學或者人文科學噶嘛，咁而神秘學咧亦都係 under 社會科學或者人文科學噶嘛，humanity 嗰啲嘢。咁其實兩者之間有冇關係咧？其實好有關係嘅，神學同神秘學。我覺得神秘學有陣時咧係包住咗神學嘅，有啲人話神學包住晒所有嘢，但係我覺得有陣時係神秘學包住咗神學，因為有陣時神秘學咧係會講聖經嚇，當然佢冇跟足某一啲嘅所謂宗派嗰個即係叫咩啊教條嗰個 doctrine 去講，但係神秘學係會講聖經嘅嘢。咁當然有陣時可能講次經啦，正統神學就好少講次經嘅嚇。咁但係神秘學咧就講次經嘅。咁同埋咧，如果你講神學咧，好多嘅神學院或者大學咧，其實咧佢唔係一定要你係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咧，佢先俾你讀神學嘅嚇。有陣時只要你有興趣，你就可以或者成績係符合個標準咧，佢就俾你去讀神學。咁你可以有唔同嘅論調。當然啦，如果你又將神學咁樣拉埋嚟講咧，一般所謂正統教會係完全係接受唔到嘅。咁所以但係你啲神秘學發燒友咧就會接受到，佢哋好可能好中意聽聖經嘅神秘學發燒友嚇。但係佢哋可能關心嘅係嗰啲嘅次經多過係嗰啲正典咯嚇。神秘學發燒友嚇，咁呢個就可能神秘學同神學相同之處同埋唔同之處。咁我講少少啦，等大家即係去諗下，你不嬲所信開嘢係咪一定絕對係啱嘅咧？OK，和平就。